在南投溪地乡是全国海拔上悬菜粿生产区，因为气候暖化，芳的数量是愈来愈少，嘛影响授粉，产量嘛跌咧降低。今年公所买25个芳箱，计共有50万只芳，希望这芳会当来加强授粉，增加农民的收成。农作物要开花结籽，需要芳来到人花。南投溪地乡的头社地区，种菜粿面积有50公顷。 产量占全国的一半。这几年气候变迁，农民反映芳的数量愈来愈少，嘛直接影响产量。最近这几年来，咱那个野生的蜜蜂吼，拢减少去，所以咱来放蜂啊呢，让咱的菜粿授粉吼，才会较安全。无咱的授粉较欠，较无够，有当啊授粉无安全，粿啊拢歹去啊。为了帮助农民提高菜粿的产量。 溪地乡公所今年买25个芳箱，拢总有50万只芳，要来提高菜粿授粉的成功率。公所甲农会等等的单位，盼好天来头社地区放芳箱。我们在放这个授粉泵的时候，让丝瓜的授粉率更完整，和伊的粿啊条会愈来愈水，较袂讲弯弯翘翘。因为很多农民呢感受到，那授粉不完全，弯弯翘翘经营真严重，会导致他们的产量有问题。溪地乡长表示。 用芳来授粉是简单够有效果的措施。头社地区使用芳箱授粉了后，菜粿的产量增加2成至3成，品质嘛有提升，是真受在地农民的肯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